哦，哦，顶头先过哦。顶头先过，接落伊遐大细条路行。这顶头几点来到这？5点半哦。人迄桥6点才出发的呢。顶头啦。原来顶头遐早就出来哦。5点起价。顶头5点就有啊。都唔知影讲遐早。感恩啊。谢谢。还是，咱这停了，谢谢。感恩啊，注意啊，谢谢啊。热烈欢迎白狼朱文熙，大家点钟上来去，光临黑历史，主席叫参拜，非常感谢。谢谢。